选择奉亲之庙以及狄金銮正中见教。刘刘，大嫂，大嫂，想袂到咱了有重逢的日子。所在无处红杏中，困难的今日令重逢。如今总算是用无愿望，比高酒泪汪汪。不敢回想当年情，小可有所不知情。一条水在地遥行，不记是你对声。大嫂，高庙，伊是金銮，金銮，金銮记起来，几年无看，你念伊这么大汉啊！生离靠近旧庙，小姑啊，这位是大嫂，伊就是我甲王爷所生的。啊，原来是小千岁请起，下旧庙。老身免哪会升堂下起？大嫂，来遐坐。当年我被选入宫，被王爷选为王妃，我曾经有派人写信倒转去，也毋过来人来伫咧通报，讲大哥已经逝世，线沙又搁做水灾，太原也被淹水。迄个时阵，我悲痛欲绝，家中寸断。小姑。自从你被选入宫了后，我甲恁大哥也曾经托人去探听你的消息，也毋过太原县令来报讯，讲什么你入宫了后，都已经死了。哈？哪有这个代志？你会记得当年的县令是什么人？事隔这么多年。我也记袂清楚，讲迄个县令是什么人。莫非这是命运？大嫂，今后你会当放心啊？青丽也已经为官，将后你用咧住咧宫内享福。想会到讲这边母囝重逢。却又搁奉命去征召番邦，这次若是去了后，毋知到什么时阵才会倒转啊？阮才有见面的机会。但愿皇天会当庇佑，请你去征召辽邦，会当平安凯旋。赵神翁连关破阵。攻占就安平关，这成功劳也袂少。嘿嘿嘿，大哥啊，若照安尼甲伊看起来吼，咱毋免半年，就会当征服伊这个西辽，啊，真紧就会当凯旋啊嘛。这种现地啊，听说西辽勇将是袂少，咱袂晓大意轻敌啊。对，咱破这关尔算啥个？厉害，还搁伫咧后壁咧哦。安平关搁再去就是正平关，但愿赵神翁会当破关占阵。发言，我去甲我开城来，恁祖公赵天贵顺领大军，若是敢开城导航，我煞甲你片甲不留。肯定的。我帮跟你中原相交迄年了久，啊，你有缘
无顾，起兵还界，攻破着安平关，结果开始就我的大哥出天龙。快见！你规身上吊已经数11年，为什么无顾兴兵，又顾唔甲我落顾？赶紧叫你农主将珍珠的火机给我献出来，若是无，我将你打成粉嘞！哈！你老胡白讲啥话？为什么三国何时兴兵去侵犯你中原？尤其是我国也无珍珠的火机啊！这是什么国？什国？不是西凉。是。我管你要怎了，来了，跑了！杀了！在正平关被突电脑破坏，而且赵神龙搁叫还咱掠去呀！我不了败兵啊，正平关神龙已去，不来回还啊！要去，有中在。马上带兵啊，去救援，救回神龙啊，快出关！怎么样？你免去啊！好，正平关已经破，突天脑偷甲我已经甲关来了。赵神龙，万岁！参见万岁！赵神龙，听报你弟弟突天脑出勤，为怎样？哦，元帅啊！你毋知影讲阮老赵是一个福将，迄个赵大哥吼，安尼一手将迄个番仔将甲跳落马的时阵，我走到位，对头壳甲剁起来，完甲赶走。赵大哥是啥人呢？元帅，你袂记你讲到赵局赵军吗？哈？赵局无死，伫倒位咧？我将瓜头甲先转来，伊讲伊随后就到。赵大哥啊！大哥，这兄弟，金鼎夜观两分山，天地现地令得平安。要怪出天心作难，诉求我带回山。原来是师傅救你，真好，哈哈！今日中红就显地，送本用将多添一个。我在山中在下个，下山做兄去情世。好，太好，赵贤弟。你这次的武艺一定胜尽倍少。大兄都搁讲，我拄则叫番仔兵甲我杀落马的时阵若毋是赵军马到位恐惊目将一命就哀在了。赵贤弟啊，真是想袂当到，你一倒转来，沙场就建立奇功咯。哪里？元帅啊，我虽然是讲拍袂赢迄个番仔将啦。赵军嘛吼，伊安尼一手将迄个番仔饼甲伊跳落马下的时阵，这伊是记大功啦。我走到位，头壳甲剁起来，我赶倒来，我嘛是小讲一载。大哥，你敢是奉旨要到西寮取珍珠的火机？你是安怎来对这个神仙国来的？神仙国？是啊。拄则赵将军手提迄粒人头，这是神仙国正平关的首将出天好啊！赵将军，元帅啊，这明就是西寮啦。赵军嘛，你莫胡白讲啦，你去番仔兵甲你骗来啦。喂，
这分明是先生国无毋对。赵将军，那安尼你一定伫迄个火车讲的时阵行毋对路吼？火车公，无错，火车讲有双车路，一条是西北而去，这是通往西寮；安尼是东北而来，就是先生国啊。对，阮是由东北而来，赵天贵。万岁！这个，太好了！你分明路径，不知后竟将仙果当西了啊！五针塔鼓斩关照，要来出河最难了。哦，元帅啊，咱这代志嘛，袂个讲全部拢怪目犟。啊，你先去统兵嘛，大元帅对无？啊，你讲叫我就讲做小人赶去一引路啦。啊，我若甲你讲唔去，你确定毋就讲啊，倒伊还佫刣啊？啊，所以我就无法度爱答应啊。但是你嘛爱大声知影讲，这内底人是啥物人对西寮的路较熟悉，啊才派伊去。啊，是你家己目睭歹看唔到人，我就唔知咯。你要家己叫我去，啊，你要怪哪会用去怪我？要怪，应该怪你才对啊！你这匹夫，大打路走伊，你这莽匹夫，竟敢强辩我有大事。身为先锋啊，五大事，罪该斩首，不能顺事。哎呦两位啊！哎，你这好兄弟啊，讲情你就去万岁啊！万岁！答应这伊是错完一处掉下。不用诶，这个是该死的匹夫啊！万岁啊！赵先锋伊虽然是问唔对路，是应该爱问罪，也毋过咱即摆得要去讲互伊说个西寮，路途是还佫距离啊诚远咧。现在正在伫咧迎人的时阵，元帅你着了解伊，互伊有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嘛。贤弟啊，恁可知影？行错国道，本帅是犯着欺君之罪啊！元帅，就算你杀了赵先锋，也是于事无补了。是啦，元帅啊，求你了解赵先锋。元是啊元帅，你元帅着了解伊啦，了解先锋了解先锋。啊好啊！看念众位兄弟的求情，爬去！小万岁，元帅，赵定贵，死罪赦免，活罪难了。出东北死罪的军棍啊！是。啊！哎呦，我又搁要往拍，我公主到。18来靠近公主求求，八总兵免礼。谢公主。八总兵，今日以南蛮交战，胜败如何？启禀公主，大宋南蛮无故兴兵，连夺3关，伤害我军大将4万，又损失了数万的兵马。神早日出阵，打败南蛮大将，然过南蛮元帅狄青武艺高强，神不是伊的对手，败阵而退。哦，那安尼，狄青的手下到底有多少人马以及将官几族？启禀公主，狄青的手下大约兵马5万，战将5万。闻听敌情，敢怀疑南蛮将官兵游戏，过关斩将，遐尼容易，绝对不能。
将，连夺3关。是，南蛮兵精将勇，南蛮果然也毋是无能之辈，待明日本将出战，必定将伊五将青擒，互伊知影我北部公主的厉害。想袂到，小小一轮反驳，竟然连连5军两将，不如就本帅亲身出兵应战。元帅啊，哎呀，太监唔免用甲牛刀啦，小小的反驳有啥物能力，互别将出阵来去甲伊掠倒来。元帅，我走阵来去。贤弟，你敢无听见？这个反驳下是非常厉害啊！元帅，你煞袂记得讲我的身躯边有一条小轮皮，我哪咧惊伊反驳有啥物魔力甲厉害咧？元帅，假使你若袂放心，就和小弟甲老卿做伙来去。好，3位贤弟听令，在，命令讲了，将兵5千，轻笑反驳。领令，行。启禀元帅，赵将军、甲赵先锋以及刘将军已经去北北公主掠去啊！哈！死反驳啊！你竟甲欺人太甚来了！在，本帅亲身将杀敌应战。